你放心吧，我现在没以前那么红。昨天从机场回来，一个人都没有认出我来。好了，快点啊！是否与叶波断绝了联系？你们还会联系吗？电影馆跟黄金回现在停止拍摄了，你怎么看？你的前男友李欢呢？在国外是吗？跟他还有联系吗？可以回答一下吗？不是，你们千万别误会，别误会啊！柳儿，怕什么？抬头挺胸，朕难得为夫出巡一次，受万人敬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走，皇上，皇上。这么大个家，说没就没。也不知道叶波他过得怎么样了。你还是那么美，还是那么眼光四射，而我已经从小鲜肉变成了猕猴桃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哎呀，皇上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是何物？